呢個 D Garden 由怡保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ISPCA 所舉辦嘅流浪貓狗領養與義賣活動㗎。呢度場面非常之熱鬧啦，同埋有寵物靚比賽添。好啦，而家帶大家入去睇下入邊咩情況啦。怡保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ISPCA 於9月14至16日在 D Garden 舉辦領養與義賣活動，為小動物尋找新主人，重返快樂家園。同時，義賣所得將會成為該協營運開銷，以應付該協會所收養的小動物日常開支。我哋重點推介玻璃砧板，嚟睇下，係爆嘅，10蚊一嚿。好吃嘅，隔離嘅當洗片出嚟，你買咗兩個，當個洗片啊，你放晒。
幾快俾個手我，手，俾手我，俾手我，手。阿爸關咗你個女啊！兩個女啊！好嘢，翻嚟睇哦！係啊，恭喜你，Kitty 望嗰度。Kitty望嗰度。我睇到你。係啦。啊，有兩個面啊！啱啊！今日面啊呢個。第二名就係Sina。我哋嘅冠軍就係Golden。阿姐就勁啦！你係負責拉狗出嚟啫，喺度，觀眾呢度。啊！佢真係瞓低啊！OK， 嗱，拜拜嘅，嗱，呢個你自己擔嘢啦。OK， 參與嘅朋友多謝晒。睇唔到你。任何熱心人士想你養狗仔嘅，你哋可以去到2樓嘅卡卡嗰度，唔該，多謝大家。嗱，首先就係啦，點解我哋嘅社會會出現咁多流浪狗啊之類啲咁嘅問題？就係大多數啲年輕人啊，夾埋其他啲小朋友啊，都係因為3分鐘熱度啊，冇認真考慮深購之後，然後將嗰啲寵物攞翻去之後，到一個熱度一過開之後啊，就完全或者覺得佢哋唔可愛之後啊，就將佢哋拋棄或者放置喺嗰啲流浪嗰啲地方裏邊，所以製造到好多啲咁嘅流浪狗嘅問題。所以今次我哋協辦呢個盛會呢，就希望能夠帶嚟俾啲而家啲後生仔一個盛會，又除咗有愛心，仲有一個責任心之外，就千祈唔好話因為3分鐘熱度而去作出嗰啲好多後遺症嗰啲唔好嘅後果咯。係基本上呢，我哋 Lions Club 係一個服務團體嚟㗎啦嚇。今日我哋舉辦呢個義賣活動呢，基本上係將籌翻嚟嘅全部籌款呢捐晒俾 ISPCA 啦。咁當然我哋呼籲而家啲年輕人要愛護我哋啲貓貓狗狗啦，唔好當佢哋好似買翻嚟又唔錫佢咁樣啦。咁如果有愛心先領養我哋貓貓狗狗啦，冇愛心就冇千差咁樣去領養佢哋啦。因為而家流浪嘅貓貓狗狗太多咗。SPCA 都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因為太多咗呢個咁嘅問題。狗狗水汪汪的眼睛望住你，貓貓圍住你的腳喺度打轉，你就忍心將佢哋拋棄，讓佢哋挨餓，風吹雨打，被交通工具撞得血肉模糊。小動物都係可貴生命，你的預防能減少流浪貓狗，你的愛心能為它們提供遮風擋雨的家。
溫飽安全地陪伴你一生。係嘅。喂，發惡夢啊！你帶人翻去啊！呢隻屋企好多狗啊！啊！屋企好多狗啊！我話。唉，答應我。話多啊？有兩隻好慘嘅，嗰兩隻狗師傅手係爛到好緊要啊，同一班。哦。俾老師偷食食到爛開。佢阿媽真係狗仔。幾開心啊！睇到。可以借放喎。借放咩？呢個啊，雀仔自來雀呢個，喺獅身開嗰度啊。啊！呢隻就。OK， 我哋呢個活動呢係負責俾人收養嗰啲流浪狗啊，同埋流浪貓嘅。主要原因係我哋本身就係 ISPCA， 中文翻譯就叫做怡保防止虐畜協會。咁我哋嘅協會成立咗28年，喺呢28年入邊呢，我哋都去幫助咗好多啲流浪貓啊、流浪狗嘅問題。咁由於係我哋人手不足，所以我哋嘅經營方式都停大字響嗰度。咁我哋嘅 shelter， 即係我哋嘅庇護所入邊呢，都已經存有咗260幾隻狗、80幾隻貓。咁我哋應該係有300幾隻動物啦。喺我哋每個月嘅經費入邊，我哋都好吃力，因為300幾隻嘅動物，每一日食1蚊，每一日就要300幾蚊，每一年就14000幾蚊。而且我哋嘅贊助，我哋嘅收入係冇嘅，我哋係非盈利機構嚟嘅。咁我哋主要嘅收入就係響一啲晚宴啊，好似慈善晚宴啊，或者係一啲 food fair 度啊，我哋自己籌翻嚟。每年做2次咁嘅活動呢，大概可以籌得係6萬幾，好彩嘅有8萬幾。但係一個月都用開萬幾蚊，就知道我哋嘅經費係不足半年或8個月，我哋就可以使晒啲錢。咁我哋就好希望能夠透過今日咁嘅活動，能夠將我哋 shelter 入邊嗰啲比較細型啲嘅動物，即係年輕啲啦，攞出嚟俾人領養。因為我哋一路都係呼籲啲後生嘅一代呢，響你哋買寵物之前，必須要考慮清楚，因為你照顧一隻寵物係需要好大嘅心機、時間同埋金錢。若然你係淨係想話一時之爽，我女朋友生日，我想買隻 poodle 2000幾蚊送俾佢嘅，我勸你冇，真係冇。你咁樣可能會害到隻動物，因為喺我哋人類嘅心境同埋環境入邊，我哋可以擁有好多寵物，但係寵物一生入邊只可能會有一個主人，所以我哋要做買寵物之前，真係必須考慮到好多細節嘅問題。若然唔能夠抽出時間、金錢同埋愛心嘅話，我勸你冇養，倒不如去助養我哋嘅動物。OK， 咁樣我想問一問啦，除咗好似你哋1年有2擺嘅一啲特
特別呢個活動之外，如果佢哋平時想去領養嘅話，可以你哋嘅 shelter 係響邊一度嘅呢？哦，我哋嘅 shelter 就響呢個扎蘭國冰，觀音洞上少少咧，就有一個叫做天寶苑後邊。因為我哋冇一個招牌，因為又冇一個 signboard location sign。主要原因係因為以前有嘅時候咧，好多啲所謂嘅好心人就將啲流浪狗、流浪貓咧，就咁樣車過嚟掉落我哋嗰度去。原本我哋響16年前咧，我哋得120幾隻狗嘅啫。但係今時今日點解會去到300幾隻咧？係因為不斷咁樣嗰所謂嘅好心人將啲流浪狗、流浪貓拋棄咗去我哋嗰度，佢就當完成咗佢嘅心願。就好似我淨係所講咯，佢養到冇心機嘅時候，佢就揸行車嚟放喺我哋個門口就走咗去啦。佢認為咁佢就完成咗佢責任，其實就加重咗我嘅負擔。所以我呼籲啲後生仔就千祈響養嘅時候，真係要諗清楚啦。2樓嗰度咧，亦都有頭先我哋有睇到好多一啲好可愛啊，或者啱生出嚟㗎啦，係俾我哋大家去領養嘅狗啦。咁樣我哋雜巴冷咧，今日喺呢度咧都要呼籲一下大家，如果你係想領養一個寵物嘅話，請你諗一諗，究竟你係咪真係有咁嘅時間、心機去養呢啲咁嘅動物？因為其實動物都係有佢哋嘅生命嘅，可能一個人一生會有幾隻動物，但係以動物嚟講呢，可能佢哋一生就只得一個主人咁多。佢哋亦都付出喺佢哋嘅心嚟對待你哋嘅，所以希望如果你哋唔係真係想去養或者會擺心機落去養一隻寵物嘅話，請你三思啦。如果你愛護小動物，記得為佢哋進行絕育手術，免得意外繁殖太多小生命，造成社會問題。如小動物面臨絕育手術的經濟困難，可聯繫怡保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熱線01652910001而提供援助。雜巴冷與你一起關愛小生命，尊重每個生命。2、3、1。